台中一个31岁曲小姐，伊是健身的教练。去年的5月，发现讲只要手一个出力，下肢就会出血。到病院去检查，原来是骨盆腺3粒的畸胎瘤，分别有5公分到10公分大。医生讲，这个畸胎瘤是天生的生殖细胞无正常，若无处理，除了会影响到生囝，嘛有可能会转变做歹命啊。 31岁曲小姐还未结婚，体格真好。伊是健身教练，时常家己翕影片分享健身的经验。不过，为去年5月开始，伊只要若健身的时出力，下身就会出血，伊就赶紧去病院检查，才发现讲骨盆的部分总共有3粒5公分到10公分的2槽畸胎瘤。 腹部会有一些微微的疼痛，可是可能我就会觉得说，会不会是因为生理期快来了，我就会比较忽略到它的疼痛感。因为一年外生这大粒、这济畸胎瘤，拢无明显的感觉，医生讲，真若无赶紧处理，有可能会影响到生育，也就是后届可能袂生。每年抹片的时候，同时做一个超音波，如果有状况，就可以提早发现。因为我也曾经发现10几岁的小女生。 12岁小女生就有畸胎瘤，那也有发现到90几岁的，有畸胎瘤。医生讲，这个畸胎瘤是天生的生殖细胞的异常，较有发生伫20岁到30岁，一般拢是良性的肿瘤，不过嘛1%到2%的机会是恶性的肿瘤，所以讲建议每1年上好爱做子宫头的抹片检查以外，发现讲有无正常的出血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。